主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准备下面的敬拜。你话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三个来唱圣诗，圣诗72首，圣诗72首。耶稣，我伫倒位找你？耶稣，我伫倒位找你？请起立，吟全首。耶稣，我伫倒你，伫今日世界。耶稣，我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姊姊妹妹，看听咧关心。耶稣，我要你心中想，减话忘着你，你全我诉说讲的道理，减话听语。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姊姊妹，看听咧关心。耶稣，我伫恁手中减话认爱你。耶稣，减话找着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姊姊妹，看听咧关心。减话忘着你，耶稣我。你身边的情兄弟，看你身边的姊妹，看你听咧关心。
耶稣万的感恩密码，我的心比爱情呀的，我的心比爱情的，我听了关心。让会挂着你，要说我的一切修正。让会挂着你，我的心比爱情呀的，我的心比爱情的机会，听了关心。请咱有缘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的，咱定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嘅死来做人妇。咱伫对死亡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爸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公道的教，圣道的相通，这下面，永远。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16篇。诗篇57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16篇，诗篇57篇，我来启会众来引。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秘伫你十个的低音下，我要求叫。至权的上帝，上帝话对天施恩救我，上帝话对我发出慈爱加信息。我倒伫向恶的人的中间，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因伫我的骹前设路网，伫我的面前开陷阱。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神啊，就醒起来。我要互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满过天。这时，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诚的天父，阮的上帝，搁一届感谢你，使阮一礼拜出日拢得到平安。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阮拢知拢主你的美意。也感谢主，互阮有健康的身体，会当到典礼来唱歌、学乐、敬拜你。搁较有福分被竞选作为你的囝儿，阮献上感谢。因为气候无稳定，造成侪兄弟身体欠安，求主圣灵甲因支持，
互因咱得到好医治，早日恢复健康的身体。疫情渐渐平稳，教会活动也慢慢恢复正常。求主保守同教会会当吸引侪人来认捌你，互教会各项事工顺利来进行，互教会真侪福音的出口。阮献上感谢。今仔日是敬虔团结主日，求主圣灵同工，感动侪人，为着这项事工来得到甲奉献。礼拜要开始，求主圣灵临到阮中间，照着陈牧师所讲的信息，上帝的话启示阮，每一人坚固阮的信仰，活出基督的芳气，荣光上帝。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时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25节加37节。路加福音10章25节加37节。和本伫96页，现代译本伫158页。显着我来读。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因伊讲：“如果有写啥物，你安怎了解？”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应了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就过问耶稣：“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因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强盗，因剥伊的衫，佮甲伊拍甲半死。然后甲伊放下伫做引去，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看到迄个人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同款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一个看到迄个人，就心真毋甘，行过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佮用布甲伊包扎，然后甲伊扶起徛家己的驴仔，带去旅馆甲伊照顾。隔日，伊摕2个囡仔，互旅馆的头家交代讲：“请你照顾即个人。所费若着较侪，我倒转来时，我会报你。”耶稣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3个人，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伊因讲：“甲伊怜悯迄个。”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做，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的人。”圣诗写圣歌队。
正道，这时咱要请陈北雄牧师为咱正道，伊的题目是信仰甲道德的分离。咱堂教会诶正兄姐，大家今早平安。疫情关系即摆要去甲教会讲道，实在是拢有淡薄的困难。但是疫情即摆较冷了后，非常欢喜会当过来到咱堂教会甲咱三甲，而且会当来敬拜上帝。这几年我嘛接到家乐的通知伊讲你会当入来，但是佫真紧佫甲你讲佫无法度入去。一直甲旧年差不多8、9月遐，差不多渐才佫会当佫豆会当入去甲伫家乐上伫遐上课。会使讲即摆只有是全面入去咱桃园进前我介绍过，拢总有6间的家乐，都除了鼓山区的台北家乐以外，然后有桃园家乐，龙潭女子家乐，佫八地的外夜间、外役间，然后伫迄个春日路遐有一个伊即摆叫做敦品中学，较早叫做少武院，即摆叫做敦品中学。那佫最后一个呢，较少人知影，就是伫咱内坜布桃医院内底有一个疗养院，疗养院内底佫一间小甲间伊内底有迄围墙围甲条，遐一间叫做伊叫做台北家乐桃园分监，伊内底关一寡精神有真严重的一寡姊妹，内底人数无侪啦，袂超过50个人吼。那这几年中间，我感觉讲家乐内底嘛有真大的变化。家乐变化是疫情发生了后，本来桃园家乐迄阵入去拢感觉靠吼，坐甲安尼甜，坐甲甜偌侪人，超过2200个人。因为我今仔有炸一本的卡len达，这个是咱中华新书者杂志伊所发行的这个刊物。这个刊物呢，伫差不多10月份、11月份，伊就会甲后年度、算明年度的迄个阅历吼，甲印入内底。我拄来时，迄阵未晓这个新书写杂志吼，就甲咱即摆看到即种有交迄个交换的吼，即种的卡len达吼，要送予家乐，但是家乐袂接受。家乐讲你即个物件阮无爱，你这有危险，你这是有危险性的物件。后来我才知影讲，伊在用做瓶装，就是用做咱的圣经是咱的圣诗安尼是瓶装迄个纸板的纸板的，所以咱要送入的圣经呢，嘛袂使伤厚，因为伊会正做因藏毒品的一个管道。了后我甲伊改做这个瓶装的这个卡len达。这几年我讲伊大的改变，我以早我若印象无毋对吼，桃园家乐我一年拢爱送2200本以上，若台北家乐咧送拢爱送差不多4500本至5000本。但是这几年吼，这1-2年咧送，拢剩差不多，桃园家乐送1500本无够，台北家乐送差不多伫像去年的10月份我送3900本，后来佫加
100本，差不多上4000本。啊，龙潭女子监狱上，嘛拢减少，拢减少。啊，我有当时咧思考一个问题，讲，疫情是毋是互犯罪的人嘛减少？啊，较有人犯罪，因为袂得出门。哦，尤其伫迄个前年万华阿公店事件袂使去坐台呢。人客嘛袂使去，服务人员嘛袂使去呢。可见讲，迄个市民的犯罪去疫情甲拍败去所以这是空欢喜也是安那，我嘛无真清楚实在是有当时咧祈祷咧灵修的中间咧祈祷的时，感觉讲安那变遐多，整个的家家的生态变真多。这几年尤其咱北部台北家家。需要真侪社工人员，甲迄个心理咨商辅导员。领域内底，你去毋是迄个啥有正式公务员的资格，一般拢是干那约雇约聘安尼即种的身份入去。但是因即摆咧甲我对话时，因感觉遮的社工人员做甲真有意义，因为社工针对啥？针对有食毒的、吸食毒品的、吸食安非他命的，尤其咱台湾食毒的情形就是迄个年纪一直降低。另外呢，伫咱北部有一个真严重的现象，咱一般可能无真了解。心理咨商师伫家家内底需要真侪人，因为台北家家内底真侪性侵犯。性侵犯尤其就是去辅导遮的心理遮的已经内心有真奇怪。奇特的现象，伊毋知影去共性侵。性侵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伊毋是干辅导了出来搁犯，再犯的比例呢，伫家家因家己户外资料甲食药就要共款，而且伫即个方面，因的学历。因的学历，因的伫社会的阶层，毋是落end的，毋是迄个低阶层的，是顶悬阶层的。甚至有大学教授、有博士、有政府官员来犯着即种的性侵的一寡问题。所以大概我小可做一个介绍，咱即几年。感觉因的遮个受管的人员的倾向，咱可能会关心到讲外衣间真正因为咱伫台南也有外亚感的人出来犯罪，外亚感确实有影伫咱的政府即个矫正署的即个问题会使讲外亚感已经真做。需要这个有需要做重新的检讨重新的检讨我讲的意思就是讲，可能会轮做有一寡伊较有关系较有钱，甚至较有管理的人会另外一种要互伊要去管较轻巧一个方式。我举一个例，我过年前无算旧年，无算旧年过年。旧年时我有一个逢甲，我读逢甲毕业，我有一个逢甲的一个学弟，伊打电话，伊讲，学长，听讲你即摆伫桃园遐会跟精神团体咧服侍，我一个姐夫伊嘛基督徒啦，
伊当时要花间执行伫台北港啊，是因为伊之前有一寡经济上、财务上伫公司上班，去甲因做保证签字的问题。但是伊一直甲我讲，你有啥物款的办法会当互伊真紧会当伫台北港啊留意了会当刷过外亚港？实在讲，我嘛无法度。我嘛完全毋知影遮会迄落因为这拢爱照咱法务部矫正署因的政策来行这我是讲有较长一丝啦，但是就是做一个甲咱兄弟姊妹做一个报告。咱三个阿头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这几年疫情的关系虽然规个社会、规个政府拢为着疫情来忙破头，毋知影要怎来处理整个规个政府、规个社会、规个经济会遮的事情。祝阮搁一遍为着这个政府祈祷，为了疫情继续伫这个社会咧串行也来祈祷恳求你的神教阮在座每一位三角地的，阮兄弟姊妹需要你有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做出伫阮日常的生活做出好的判断，分别为圣的事来正做阮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本分，互阮知影讲，阮的本分到底是啥物？阮都爱安怎做，才会当行出基督徒的香味出来。祝阮伫遮，甲今日早起阮的敬拜，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日早起这个经文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咱大家拢真熟大家真熟咱听到的题目一般着大家拢讲用这个故事咧讲，拢会讲治水是我的厝边。但是我一直咧查经，一直咧看这个经文的时，忽然间嘛甲我将士敬信团契的这个事工有真大的关系。我嘛想起我伫40几年前我来教会信耶稣的时，当我伫学校读册，我嘛遭受真大的挑战，就是有人甲我讲，陈先生，你无够属灵。伊甲我讲，我真无够属灵，因为我袂晓亲像伫40年前伫迄当时的社会甲国际潮流，就是安那有迄个黑人灵歌的唱歌，迄种的诗歌呢，真感动人，嘛互人真会当真着跳，甚至你若会晓唱迄黑人灵歌的时吼，有时我心内咧想讲，我若会晓唱迄黑人灵歌，我就会当亲像阮故乡的冬季，我嘛会当跳。但是因确实产生一个问题，因伫教会非常的敬虔、敬拜、唱歌，对咱即摆来讲是叫做敬拜赞美，是非常的热心。但是呢，离开教会了后，因为遮的黑人伫美国，因是老演到真低层社会人士，因经济无好，无社会地位，互美国社会甲伊看轻。但是因想讲我嘛都爱趁一寡钱来奉献伫教会，所以遮的黑人呢，遮较基层的人，会晓对黑人灵歌非常注意的人，因就去贩卖毒品，甚至去抢劫，做为非三做的事，然后把所赚的钱摕转来伫教会。
所以迄当时福音德的教会来伫遐批评迄当时的黑人灵歌的教会。我对这的事件来回想起，咱今仔的经文，咱会当来了解。我的主题是啥物货？咱的信仰，甲咱的道德是行一条平行线，是分离的。伫耶稣的年代，信仰甲道德嘛同款存在。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耶稣甲经学教师的对话，咱就会当看出，这个经学教师伊为虾米来问耶稣的问题？伊头一个来问讲，耶稣，我怎样都爱会当来得到永生？到后来主题，伊感觉伊真有理气，来讲出讲，治罪，虾米人是我的厝边？这个问题，那咱一般的人来讲，感觉无啥，因为我咧看这个咱每礼拜，咱做礼拜时，咱拢常常去现着新的界面，来成做咱的信仰个别。咱的信仰个别安尼讲，新的界面讲，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读到这拢无问题。但是后壁呢，第二个，恁也着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但是这个经学教师呢，伊却问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实在讲，伊无应该安尼问，因为什么叫做经学教师？牧师就是经学教师，因为牧师就是伫讲台顶、伫礼拜查经、伫小组的聚会的分享，来分享圣经、开拓圣经道理的人。伊咧教导人读圣经，讲你着爱照上帝的话，照上帝律法来行的人。但是这个经学教师伊竟然来讲出讲，治罪是我的厝边，咱就会当显出这个经学教师伊伫上帝的信仰。咱讲实在，伫这个新的界面，迄个头一个，迄个第一个，迄个100分。但是若到迄个第二个，咱就爱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无及格。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伫摩西律法着爱你遵守的。假使咱进一步来讲，咱来斟酌这个经学教师的信仰，咱就会当发现伊的信仰真正出了问题，因为伊敢若样答头一个，第二个，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伊可能将来拢做无到。所以呢，咱来对这个经学教师来想，因为伊对上帝的代志，伊伫教会内底望甲真清楚。我当我咧写这个讲道片的时，我想着讲，阮做牧师嘛安尼呢。我对教会代志礼拜定时咱过来这礼拜信仰院有一个老师王灿成牧师要来遮讲啥礼拜的意义。阮伫信仰院教册咧读册，就是拢爱去学习遮。我对遮拢望啊真清楚呢。因为
阮拢真了解上帝的心思意念，但是伊竟然真顺口，伊佫感觉圣经写讲伊真有力气讲啊若讲啊，你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这时耶稣就甲伊问讲：啊你吼，你拄则所读的讲，你着爱真心真意，吼来听主你的上帝。哇，伊这读吼拢无问题呢。咱每礼拜信仰个别读遮敢有问题，我相信大家拢毋免背，拢毋免看这啦，吼直接就拢背出来。可是呢，这个经学教师有遮尔那好的信仰常识，伊却对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这个道德课程呢，伊显然袂记。伊敢若有法度背到第一站尔，第一段头一个。伊后壁伊读落吼是碎念的，因为伊即个道德的分数无及格。也就是讲，即个经学教师伊有真好的信仰知识，伊对伫上帝奥妙真理的事，伊是非常的清楚。伊嘛真晓讲，但是讲到第二部分的时，听厝边，要安怎听厝边，亲像家己，伊吼竟然甲耶稣问讲：啊，到底啥物人是我的厝边？伊竟然无了解。所以呢，对伊来讲，听上帝真简单。牧师听上帝嘛真简单，因为牧师爱宣讲上帝的话。但是要听厝边呢，却是相当的困难。咱对这个经文，咱会当看出信仰甲道德两条是平行线，两条是一个分离的典型的范例。所以伫今仔的经文，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甲经学教师伊的对话。甲伊的互动，咱会当伫遮来指出信仰甲道德分离，确实是伫咱的社会、伫咱的生活中间存在的事实。咱煞落去甲看祭司甲利未人，伊去拄着迄个受伤的人，迄个人吼。我毋知因会认识迄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但是因的态度就是视而不见，安那都要甲闪过。所以咱都爱搁对即个经文来甲看，祭司甲利未人伫犹太宗教中，因是最悬的信仰的权威者，就好亲像牧师。甲第二长老，牧师是咱教会小的议长。这是伊专门负责处理圣堂中的礼拜事奉。利未呢，伊是祭司的后补。因两个人是犹太教义的宣讲者。也是信仰的个代表，因为信仰是伫外人甲看起是非常虔诚敬虔的，咱无法度对有任何的怀疑。我相信祭司甲利未，因的信仰嘛是100分，但这个人因有真好的信仰。道德却甲因的信仰无法度三角来配合。这个故事指出，因拢总有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但是因却立刻来甲伊走开，对另外一边来甲伊闪过。这就是因今仔日因的行为的表现。照理讲，这两位有信仰的宗教人士，
因真知上帝诫命，因搁较应该争取救助一个受伤的人，就是嘛有可能去救助，有可能会有危险，拄着会防陷害，但是因若照律法的教示，因嘛应该去做。但是咱所看去因视而不见，而且迄是因兜代志，甲我无关系。这世界入面人的宗教信仰，伫遮咱看出，这个故事中间，伊是一个扛棒。伊嘛真做来展示因的身份，伫信仰上，因敢若有形式，并无有实际的内容。咱搁来回想起，伫耶稣受难的时，耶稣受彼拉多本丢彼拉多这个总督甲伊审理，要甲伊审判的时，伊无法度查出耶稣有犯着什么罪。伊本来只是讲要轻轻甲伊放落，甲耶稣尻川尾甲伊拍两下就好，然后甲伊放人。但是聚集伫法院的大门口的这犹太人，这时却唔肯放过耶稣，因为因迄当时非常的激动，伫遐抗议讲，将耶稣钉死里个，将耶稣钉死里个，这会充满杀气腾腾的人，竟然是上帝虔诚敬拜的犹太人。这个人，因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因甚至因的敬虔到什么程度？甲上帝的话绑伫头壳遐顶悬，然后呢，甲迄个字圣经的话，甲绑伫这个腰带的身躯边，然后哪行路，哪伫遐背上帝的话，就亲像牧师真爱拍乒乓。我若学了一步好诶，我就哪行路，我就哪叮当，也是咧拍高尔夫，就安哪拍哪叮当。我会记以前咧学拍高尔夫就是安尼。但是因的敬虔是一世人拢咧背上帝的话，所以咱今仔日的主题讲，你着爱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一定是写伫伊的头壳遐的顶悬，还是排伫伊的腰的中间。可是因真熬读，因真熬背，但是伫因的生活内底呢，因却想尽办法要来把耶稣杀死。这个人，因的信仰甲因的道德，咱就会当知已经严重分开啦。信仰是信仰，道德是道德。以上是我对经文来分析所了解的话。但是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同款有面临这款的危机。但是咱通常拢往倒位去考虑，想讲无啦，咱的人口老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又长又老的教会，咱的教会内底无青年人，青年人拢走无去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甲长老祈祷无够属灵，袂晓讲方言，然后咧敬拜咧带敬拜赞美，无够热情，嘛袂晓但是我认为这拢毋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因为咱今仔日所面临上界大的危机，咱是来自咱教会内部，也就是咱家己基督徒的信仰甲道德的分离，就是我今仔日的主题。这种的分离现象，嘛造成今仔教会的分裂，甲信徒就对人行，华语讲叫做随波逐流。所以有侪信徒尾后就迷失伫社会的变迁的即个行为的即个价值的中间。我在读册时，我有看过林语堂的一本册，叫做《信仰之旅》。伊讲伊后壁就是讲到讲伊最后林语堂伊信耶稣，转来到上帝面前。伊讲人毋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来信主，那是因为看到基督徒有好的行为甲见证来信主。这句话真清楚来指出基督教所面临真正的危机，也就是信徒袂当真正将信仰表现伫因的道德行为上。耶稣伫故事中提到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伊真细腻来照顾迄位受伤的人，而且这个撒玛利亚人，伊是被犹太人来看作信仰的背叛者，而且嘛是被上帝看作无清气性的人，也就是因伫信仰的部分是无及格。咱常常咧讲到讲，即个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有当时我讲道的时，拢会讲到讲，因两个人拢因两边的族群拢毋捌食过往来。后来我去看迄注解的册内底，写甲讲因安那无往来，因咧无往来咱知影迄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内底有爱迄个拜迄个陈设饼来敬拜。这个陈设饼因大多数的食的生产的米粉，迄个麦小麦小麦拢是对倒位来？对加利利湖的边啊，因为遐较有加利利湖较有水，然后伫遐有种一寡稻米、麦是小麦，然后因要甲遮的小麦呢，若要运来耶路撒冷呢，就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土地。但是你若伫圣殿互遮的犹太人知影讲，遮的麦是经过撒玛利亚来的，因就无要用。为什么？因为经过撒玛利亚迄个土地，都是无清气性，因拒绝使用经过撒玛利亚的物件，经过迄个土地食到迄个撒玛利亚顶悬的空气，安尼就袂使，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但是这样的撒玛利亚的人，伊却会当将伊的行为结合伊有限的信仰，会当成做一个好的厝边。这就是咱一个基督徒要互咱追求的日子。最后，雅各书2章17节，伊原来讲：有信心，若假设无行为，这个信仰是死的。这个经文咧警告咱今仔基督教徒甲咱的教会，只有用好的道德行为来印证
你对上帝的信心，也只有信仰甲道德的合一，才是信仰上介好的见证，嘛是对台湾教会宣告上介有上介好的这个政策。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这是我最近咧服侍的故事。我最近伫桃园家乐7天甲8天上课。我上课的时，拢有一个习惯，我会甲我的电话写伫后壁的白板顶悬，用起笔甲甲写我的电话，然后写我的名，讲恁若出来有拄着困难，会当敲一通电话来找陈牧师。坦白讲我定定写，写到嘛无啥效，但是即届却有效。我由于伫10月底，这是发生伫去年10月底的代志。伫10月底我去遐上课，我共阮甲写去。写去了，我嘛无当做一回事。差不多10天左右，我接到一通，我的手机无号码，无号码是代表啥？就是伫公共电话咱的公用电话卡出来，公用电话卡出来，才无号码。我接到我就知影讲，这个人是用公共电话卡的。伊就敲电话讲，牧师，你即摆人伫倒？我已经出来过6天找无头路，嘛无地困，有哪手头无啥物好食饭的呢？的钱呢？你会当来甲我帮咱无？你伫迄白板顶悬有写你的电话。我迄阵人住伫外口，去迄个罗南去。因为我今年接咱新德中的教社部长，我去咧处理一寡代志。我就讲，安尼好无？我下晡会转去甲桃园你踮桃园的后站后尾遐等我，咱约下晡5点伫遐相等，我想讲，坦白讲我嘛既期待又会怕伤害，真正既期待。我住迄天我若紧拼转来，拼转来我下早我就紧搁开车，我就紧转来了，我搁有代志过南崁了后，已经晚到伊差不多我甲约5点，伊差不多4点就敲我就一直咧看我手机看有响无，结果响去遐接，牧师，我已经到呢，你人伫倒？我嘛歹势甲伊讲，我毋是甲你约5点，结果是约好我就想好我本来是想讲我即摆住寿山教会我想本来是想讲要乌多起来，要转来寿山教会用车甲载，结果袂有因为我嘛惊讲伊怎等伤久因为我若对南崁徛转去到寿山教会，上盖无嘛要30-40分，然后搁车驶，搁去到后夜，要几点钟去？我想袂使，我就乌多起来，就走去迄个阮寮长的因兜头尾街的收衣甲借一顶安全帽，我乌多起来去后夜甲载。伊会认识我袂认识，因为迄家内底足侪人诶，已经7天，差不多180个人，我就去甲载呢。伊看到我就甲握手，我看到握手我就知影，迄个青年人183公分，我要甲载倒，我要甲载去中途之家，我甲载到伫龙潭关西中途之家。伊乌多坐，我就开始舞一直舞，我乌多咧徛哪紧一练拢差不多30-40，2练加起来拢要7-8十。我都徛喺度舞了，徛到我暗呢，因为我去甲载时差不多要我5点，借一个安全帽去遐载，我要5点呢，
去到遐，因为阮迄中途之家吼，伊迄是另外一个单位啊，我拢甲伊配合吼。因看到我讲，牧师咧等伊呢，等要食暗顿呢。我讲加在感谢主，我减了一顿。因为吼，嘛爱请伊食饭啦，吼，迄人要顾基督嘛，爱顾巴肚啦，吼。我想因就讲，因为我吼，因为我甲因真好啦，因为我定定去遐行花街请因迄阵人，所以因遐的根生弟兄吼，看到我拢讲，牧师啊，你定过来行花街，吼，拢会安尼甲我问，我就去吼，就甲伊安置好。结果吼，伊身躯我尾仔甲注意看，讲，身躯拢无炸包包啦，也无看到内衫内裤，也无卡一寡家私啊，拢无呢。搁那迄路加福音第10章吼，耶稣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讲叫恁毋免炸啥，吼，较迄鞋较半半伊也毋是，迄是根生人呢，我较知呢。结果伊遮咧甲我讲，伊想讲我是凊彩讲的。我吼，其实我心内嘛真惊啊！我惊是讲啊，讲我若搁转去受伤，甲在，伊到底要等偌久？伊敢要搁等？吼，我吼甲在，我嘛紧去，伊嘛真认真伫遐等我，因为我惊讲伊若走了吼，无钱吼，会搁去做啊。吼，坦白讲，我迄天吼，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毋是要等讲我做啥？我迄天做了真平静，心肝头真平安，感觉讲在即个兄弟呢，吼安尼来回骑要到100公里呢。因为我伫南崁，迄天真啊，我倒来好超过100公里，安尼骑去到六湖村迄个，伊过着六湖村吼，伫迄个龙潭渴望园区搁入去，遐高原路，然后搁转来差不多9点嘛。转来到厝还有9点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咧做即种的事工吼，爱有智慧。我对头到尾拢无互伊钱，我只是甲即个单位配合。即个单位我定定甲介绍一寡人，一寡根生弟兄，我前后可能介绍差不多120个以上。去吼，遮个人因伫即个单位吼，因拢会安那。介意吼学迄个活流电的按摩，恁可能捌听过活流电嘛？有人捌去用电过无？我毋知吼。若毋捌用电哦，你若想要电，则来找我。吼活流电，伊即个活流电是对香港来，活流对香港来，然后因吼学煞了，伫遐上课拢上基督教的课程啦。基督教的课程，上煞了吼，逐礼拜一定爱做礼拜，逐工拢伊去遐是等于个第2个工啊，因为拢关伫内底，有会带因去运动啦，带因去创啥，袂使学白走，你若走倒走就无爱插伊，因为即个单位经济算袂歹，但是最近这几年疫情，经济嘛无好，所以嘛拢爱到处去募款。我有人问讲，你毋介绍一下，看去倒募款，我问我就对。我甲伊讲，你毋是有收入？因拢因为有营业的场所有迄个据点，然后你若去互伊做活流电的按摩吼，因有收入安尼。但是可能最近真无好，所以伊嘛拢爱往外来扩张吼，来扩张。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讲。我做牧师人，伫家乐咧讲福音，我感觉讲的真简单，讲搁一回事，教导圣经搁一回事。但是安那呢？你共答应我的电话写伫迄白板的顶悬，我若毋插伊咧，嘛毋插伊嘛死无对证，对无？是毋是？死无对证嘛，吼。但是安那？我接到电话，坦白讲，我内心是欢喜的，因为我会当去救一个人。因为你爱用你的行动，吼在迄个人我拢慢的，会惊袂？会惊。但是我咧甲在中间，
我的心肝头是喜乐的，因为我帮助这个人，伊会当安那，伊会当袂阁倒转去教教。无哦，伊若无钱，人也无钱，就上简单嘛。搁来做安尔嘛，搁来食药啊尔嘛，搁来卖药啊嘛，啊无要安那，吼，因为人就是拢做现实，啊我做代志较惊现实面，现实面，因为现实会压得人家，压得我们每一个人喘不过气来。咱三个阿头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啊，阮通过今仔日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勉励阮。虽然我知，什么人是我的厝边，阮的厝边头尾，阮大家拢熟悉，但是阮有做好的厝边这种的角色无？我有甲阮的厝边头尾有三好好无？啊是阮常常为着一寡小的代志来结怨，来心肝头无欢喜。主，恳求你，互阮的信仰甲道德会当连结做伙，阮成做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基督徒。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三个来唱圣诗，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会发挥自性之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之意。开我目睭，予我看见真性的事。开我耳孔，予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因为你声若入我耳内，黑黑袂过来。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之意。开我耳孔，予我听见真性的事。开我嘴唇，予我真理高路所在。开我的心，予我话明白。愿主听分享世间，当我点睛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开我嘴唇，予我保佑真性的事。请坐，这是来奉献。请黄文光执事、苏怡林执事来书献。
所以我来报告。伫报告进前，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我读一遍，请会众来读2遍。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佮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应了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路加福音10章27节到28节，请。佮着听家己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着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路加福音10章27节到28节，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意、专灵、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我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应了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路加福音10章27节到。所以咱来看今仔日求报分开第1页，本周事项甲下周事项，甲周间的团结聚会内容，请下即来看。第2页小组甲奉献的部分，嘛请下即来看，嘛有叮当啊写向办公室来更正。咱先开周报的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更新团结，欢迎佩雄牧师前来请安分享，请为着其事工来代祷甲奉献。欢迎大神陈义安新学生前来本会见识，伊会伫每礼拜拜6礼拜来甲本会来学习，愿主看顾带领四智慧学习代祷。咱即马请陈义安先生起甲咱大家熟悉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再来哈。好，第3项，传道部媒体事工要伫中昼12点30分，伫701要召开，请媒体小组、敬拜组、圣歌队、行政部等相关的单位负责共同来参与。来讨论4楼礼拜堂主日收音甲直接播音的事工。下主日2月19号，咱要举行好会，2场礼拜要甲做伙来举行，时间是9点30分，记着9点30分一场尔，请会友踊跃来参与。第2，小会甲董事会联合会议伫后礼拜。上午8点半，伫701召开，请小会甲董事会出席。财务部会议伫后礼拜12点30分，伫701要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参与。教会消息，奖学金部分审查，这顶礼拜拢有念过啊，无爱阁念。财务部报告。这嘛是顶礼拜拢有念过啊，咱请会友家己来看。教界消息，2230年妇女世界公道日，日期是伫3月3号拜5上午9点30分。礼拜开始，第一点就是新德长老教会报名费是每人100块。伫2月20号拜一来截止，请向潘桂娥会长来报名。第2，咱恭喜陈根志牧师伫2月26日礼拜下昼3点，伫草寮教会要来举行第6任牧师受职礼拜，请代祷。继续来请关怀部长来介绍甲代祷。好，大家平安。下骹有2位来介绍吼，特别我拄仔起来的时阵，阮保祥牧师讲，你好，我甲我讲过一下呢吼。那保祥牧师，咱请起一下吼。保祥牧师嘛是我最好的一个同工配合吼。我15当前的时阵来教会时阵，嘛是迄个热情。
在咱迄个王明林长老是迄人更生团契的董事长，所以迄当时是后底叶牧师，煞接了陈伯雄牧师吼起来更生团契，所以我迄个时对伊嘛是伫迄个感觉内底5当前啊。迄阵时他10年的当中，我嘛见证伫迄个感觉内底吼，伫遐安尼见证他百几场。来，咱先来甲鼓励一下吼。啊，更生团契吼，更生团契这个经费较像足欠的，因为每一个所在吼，咱的清安报告就是爱来奉献，吼啊无伊这伫迄个感觉的吼内底，迄个事工内底的需要吼，迄上要安怎来？啊，所以你看，伊即个为伫迄个迦南教会，啊，则煞遮即摆本来是伫迄更生团契，伫迄个咱陶德路遐有一个迄个会馆伫办公室伫遐，经费的问题，伊即摆话大大在寿山教会，你著知影即摆经气歹，啊，煞入去感觉内底是我事工吼减去，但是呢，这个事工嘛是无停，较是有影，因为我相信我10当前的时候，我见证的时候，我佫甲我公司的迄个年历卡，在塞个内底是广告。我年历卡内底有电话，所以讲当初真侪更生人出来了后，就敲电话去我公司。我这头拄啊，保祥牧师伊所讲这个代志吼，我相信伫咱日常生活内底实践内底吼，定定拄着。咱特别来对着这更生团契来奉献大道安尼吼，来大家佫掌声佫鼓励一下。来，请对。好，谢谢。第二位吼，嘛是我足熟悉一个吼，宜安吼神学生来你徛头前者好啊吼。宜安神学生他一本心吼，咱转过来吼，我们教会一个忠厚弟兄陈忠厚弟兄，甲因爸爸就是有亲情关系。那目前宜安吼是伫南坎教会的青年内底吼，负责即个儿童甲青年的事工，真热心伫个教会服侍。蔡牧师就甲伊推荐去台神去受造就，伊即摆来咱教会为2月甲5月吼，要来见习。甲一般神学生的实习无共，这见习就是讲要来看咱教会妇女团契、少年团契、国团契，也是圣歌队做礼拜、儿童、青年，咱安怎来做？伊要甲咱教会优点，甲咱教会内底物件，伊佮合起来，要等去神学院来做酒。等下后讲换神学生过来实习的时候，我再甲实践落去吼。咱特别这个宜安吼，这要来咱2月甲5月，希望各位会友、各团契内底吼，热心来招待，一定每礼拜六。甲礼拜，拢来咱教会服侍，咱再次来掌声甲鼓励一下。好，宜安先生请坐。啊，嘛有迄个具体啊无介绍，单啊无写咧，有今仔来无介绍着无？来请起你者好无？啊，若无食，咱煞接来。你讲过。无，这时间小可有逼，就是我今年我拄则有讲我今年担任咱新竹中的教社部的部长。啊，新竹中会有几项活动。听到人有趣味。第一个活动是2月25日，伫咱嘉南教会新的礼拜堂2楼，遐有一个电影会当看。迄是一个我无办28的活动，但是咱会当去遐看电影。迄叫做《流麻哥》出电影，免费看吼。从2月25号下午2点开始，吼，这第一点。麻烦周报来当甲阮看一下吼。第2点就是4月22日嘛是拜六时，咱要伫咱桃园的火车头坐火车。我因为教社部甲铁路局租50个车厢300个人，咱所有的中会拢会当去，吼，甚至会当去增加这个列车。迄个莒光号列车这是专车，对新竹开，直接开到东山。咱拢毋免坐车，毋免创啥，你著行路就好啊。每一个人拢有座位，一个人350。中餐家己自理，吼。阮拢会去探勘，拢差不多好势。包括门票，350包括门票。咱干那一张车票，咱爱付予铁路局的钱，就爱660块。但是咱每一位去参加的人，只要交350块，吼。然后嘛是爱介绍，因为这可能秒杀。8月14到17 4天，拜1到拜4，教社部办一个澎湖净滩之旅，4天，吼。你若对我去朋友佚佗，你们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玩。名额40个，谢谢。所以咱来唱圣诗。圣诗第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圣诗第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唱山车牧师祝祷。
请起立吟转首。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做所你心的安宁。甲你不用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我水，伫蒙雾黑暗暝，看见主的光。咱三甲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交陪，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的，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乐、密导、散会。平安礼，咱请向咱四周围的兄弟来请安。